金鐘冇牌貨的密室，熟客自入得。表面係賣皮具手袋，實情都係賣皮具手袋，不過就係冇牌貨嚟㗎啦。一間喺金鐘開咗幾年嘅鋪頭，近半年開始暗砍賣冇牌貨，喺300尺嘅鋪頭度間咗間90尺嘅密室，放滿晒 LV、Chanel、Celine 咁。所以我哋估計咧，佢哋嗰個銷售對象咧，應該係喺附近返工嘅一啲辦公室嘅女士啦。一啲熟客咧，佢先至會同佢講呢啲係無牌嘅貨物啦，甚至係邀請佢哋咧去嗰個隱蔽嘅儲存室啦，去再揀選一啲即係懷疑無牌物品咁樣。海關上星期就突擊搜查，拉咗47歲嘅負責人同60歲嘅店員，檢獲超過600件，總值約105萬嘅懷疑冇牌貨。仲提醒商戶，賣冇牌貨係嚴重罪行嚟㗎。根據商品說明條例，任何人銷售或為售賣用途而管有冇牌物品，最高可判監5年同罰款50萬㗎。奶奶魚嗒嗒嗒嗒得嘅牛奶蓋 Health Proof 嗒得冇偏食。